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哋有冇發現一個特別邪門嘅現象？就係香港人身上其實都自帶一種隱形嘅結界，只要佢哋一踏入內地嘅商場，哪怕一句嘢都唔講，甚至連手機都未拎出嚟，周圍嘅人就能夠瞬間喺心入面幫佢哋貼上香港人嘅標籤。呢啲真係唔係講笑，亦都唔係咩玄學，而係一種刻喺骨頭罅入面嘅生活痕跡。今日我就要帶大家揭開呢層隱秘嘅結界，睇下嗰啲藏喺細枝末節入面嘅真相。聽完之後，我保證你再去商場觀察，絕對係一觸一個準。我哋先由最直觀嘅皮相講起，你睇嗰陣膚色，呢個係完全呃唔到人嘅陽光印記。香港人呢，其實骨子裏特別中意周圍走，一到周末真係家家戶戶都唔想留喺屋企，唔係去行山就係去潛水，一係就租隻船出海，主打嘅就係一個親近自然。香港嗰陣天氣又濕又熱，你喺出面行10分鐘，啲汗就已經濕透件衫，日子耐咗，皮膚就養出咗嗰種透住光澤嘅古銅色，睇落精氣神十足，好似被陽光錫過咁。但你睇內地嘅朋友審美係相當之統一，就係一白遮三醜，為了護住嗰陣冷白皮，出門嘅裝備簡直好似要去參加咩秘密行動咁喎。遮陽遮、防曬衫、防曬帽，恨唔得將自己包到成隻青咁。防曬油搽到厚過批灰，甚至行路都貼住長巾行，生怕被紫外線掃到一丁點。所以你企喺商場門口睇，一邊係黑裏透紅、透住野性美同健康感嘅香港朋友，另一邊係白淨到發光、精緻到每一條眼睫毛嘅內地朋友。呢種對比簡直好似黑夜入面嘅探照燈咁明顯，你想唔注意都難。有人話咁香港人能唔能抹啲美白霜，偽裝下咪搞啦？嗰種常年曬出嚟嘅通透質感，同用化妝品夾硬抹出嚟嘅假白，完全係兩回事。抹唔好，仲會顯得皮膚污糟邋遢，仲更加搶眼。除咗呢層皮，更難偽裝嘅係嗰股眼神同氣場。大家都知香港嘅節奏快到可以逼死人，早起逼地鐵，深夜仲喺度加班，甚至連食餐飯都要撳住秒表。呢種環境夾硬將每個人都逼成咗時間管理大師。你睇嗰啲行喺路上嘅香港人，眼神入面全部係目標，盯住前方，好似喺度衝刺咁，面部表情極少，透住一種莫名嘅緊繃感。佢哋行路帶風，腳底好似踩住風火輪咁，嗰種衝勁隔住10米遠都能夠感受到。反觀內地嘅朋友，生活狀態明顯要從容得多，尤其係喺商場呢種地方，大家嘅心態就係嚟消費、嚟放鬆嘅，又唔係趕住去投胎，所以眼神入面透住一股悠閒同安穩。行下停下，見到中意嘅鋪頭就轉入去睇下，面上仲帶住嗰種不急不躁嘅笑容。呢種鬆弛感同香港朋友嗰種時刻準備戰鬥嘅狀態一對比，瞬間就分咗高下。我記得上次喺深圳一個商場，遠遠見到一班人健步如飛，眼神直勾勾咁望住電梯口衝，完全唔睇側邊啲鋪頭。我心入面就嘀咕，呢啲準係香港嚟。後來行近一聽，果然係一口地道嘅港式粵語。呢種氣場係長期被生活節奏打磨出嚟嘅，係換一套衫都掩蓋唔到嘅底色。我哋再往細節上面睇，睇下嗰個頭頂上嘅乾坤。中年人嘅髮型同髮色最能說明問題。香港嘅朋友對老去呢件事有一種近乎執拗嘅坦然，佢哋覺得白頭髮係歲月嘅痕跡，係大自然嘅賦予，所以好少人會特登去染髮，哪怕頭髮白咗一半，都照樣自信滿滿咁出街，該乾嘛乾嘛。所以喺商場入面，如果你見到一個氣質唔錯、著衫得體，但頭髮入面透住銀絲，甚至係一頭銀髮嘅老友，大機率就係由香港過嚟嘅。但係內地嘅中年朋友喺形象管理上面係細緻到發根，
佢哋絕對唔容許一條白頭髮破壞整體嘅精緻感。只要發現一點苗頭，即刻就要去髮廊染到黑掹掹，或者自己喺屋企搞。主打嘅就係一個永遠年輕、永遠烏黑。呢種審美差異冇話啱定錯，但係佢確實成咗一個鮮明嘅身份標記。我有一個香港朋友，50幾歲，頭髮花白，去內地旅遊嗰陣，店員直接就問佢：先生，你係由香港嚟㗎吧？佢當時都愣咗，問人哋點睇得出？店員笑住話：睇你啲頭髮就知啦。我哋呢度嘅中年人好少唔染髮嘅。你睇細節決定成敗，亦都決定咗身份。跟住落嚟講下身上住嗰套行頭，香港人嘅住衫哲學，總結埋一齊就係4個字：舒服好行。佢哋係徹頭徹尾嘅實用主義者。同內地流行嗰種精緻主義完全係兩條路。喺香港，無論男女老幼，你都好少見到人住住嗰啲恨天高或者刮腳嘅皮鞋出嚟行街。哪怕係西裝骨骨嘅返工族，腳底通常都係配一對舒服嘅波鞋或者慢跑鞋。點解？因為香港地窄人多，交通雖然發達，但無論搭地鐵定搭巴士，最後嗰段路都要靠對腳行。最高踭鞋行2步真係攞命，所以香港人嘅鞋櫃入面最多嘅就係透氣、舒服、能行遠路嘅波鞋。色水亦都特別低調，黑白灰、深藍，好少有嗰啲花里花綠嘅圖案或者誇張嘅設計。而內地嘅朋友喺穿搭上面真係百花齊放，尤其是女仔行街係要住到靚一靚，高踭鞋、小皮鞋，點精緻點嚟。哪怕行到腳痛，都要追求嗰種美感。衫嘅顏色款式更加係多樣化，碎花、大色塊、個性設計，主打嘅就係一個回頭率。男仔都一樣，出門通常住得好正式，覺得住對波鞋行商場唔夠體面。更關鍵嘅一個標配就係雙肩包，呢個簡直係香港人嘅靈魂。出門必孭，唔孭就好似冇住衫咁，冇安全感。無論後生仔定係長輩，背脊通常都孭住個容量巨大嘅背囊，入面裝嘅嘢簡直係包羅萬象。因為香港天氣話變就變，話落雨就落雨，所以遮係必備嘅。再加上消毒濕紙巾、免洗搓手液、尿袋、流動電源，仲有各種日常瑣碎，主打嘅就係一個萬全準備。再睇內地嘅女仔，孭嘅多數係精巧嘅小袋，甚至係一個只能夠裝落手機同口紅嘅小孭袋，追求嘅係輕盈同裝飾性。如果你喺商場入面見到一個孭住沉甸甸大背囊、腳踩波鞋、行路帶風嘅人，你上去同佢打個招呼，多半就係我哋嘅香港同胞，準確率極高。我哋再深入少少，傾下嗰啲行為上嘅小細節。有時仲未等你看清對方個樣，一個動作就暴露咗身份。最明顯嘅就係行路嘅速度，香港人行路嘅速度喺全世界都係排得上號嘅。誇張啲講，佢哋嗰個唔叫行街，嗰個叫競走，甚至比內地有啲朋友跑步仲快。佢哋習慣咗喺嗰座城市入面快步流星，因為慢一步可能就趕唔到地鐵，慢一步就要等更耐嘅巴士。呢種節奏已經變成咗肌肉記憶，去到內地都閂唔到。而內地嘅朋友行商場，嗰個真係喺度行下停下睇下呢間，瞧下嗰間，攰咗就喺個地方坐一陣，享受嘅係呢個過程，而唔係為了完成啲咩指標。所以喺商場入面嗰啲快到好似一陣風咁嘅，大機率係香港朋友。嗰啲慢吞吞踱步嘅，基本上就係內地老鄉。仲有一個微細到極點，但又極具辨識度嘅習慣，就係極強嘅衛生意識。你留意觀察，香港朋友個袋上面經常掛住一小樽免洗搓手液，無論係食飯前定係摸完電梯手柄，推開商場門把手之後，佢哋都會下意識咁積少少出嚟搓手。呢種習慣已經刻咗入佢哋嘅骨子裏，成咗生活嘅一部分。而且喺公共場合，香港朋友非常注重社交距離，哪怕係喺擠迫嘅升降機入面，佢哋都會盡量靠邊企，避免同陌生人有身體接觸。
如果不小心撞到人，仲未等你反應過嚟，對方已經連聲講住對唔住，唔好意思。嗰陣語氣嘅客氣同真誠，係喺鬧哄哄嘅內地商場入面一種非常鮮明嘅信號。內地嘅朋友雖然都講禮貌、愛衛生，但好少會隨身掛住搓手液。撞到人，通常係笑一笑、點點頭，唔會好似香港朋友咁顯得有啲局促同極度克制。呢種生活習慣嘅落差就係天然嘅身份識別碼。再嚟講下買嘢俾錢呢件事，呢個其實幾有意思。而家科技咁發達，電子支付喺兩地都普及咗，但喺俾錢嗰一刻，細微嘅差別仲係會跳出嚟。香港朋友，尤其是上咗年紀嘅長輩，仲係習慣喺袋入面放少少現金，特別係嗰啲硬崩崩嘅銀仔，佢哋覺得手中有糧，心中不慌。萬一手機冇電或者信號唔好，現金就係最後嘅救命稻草。而且面對內地嗰啲五花八門嘅數字點餐同優惠券領取，好多香港長輩會顯得手忙腳亂，佢哋唔太習慣嗰種全程對住手機操作嘅冷冰冰，更中意直接同人溝通。唔該，你幫下我呢個點整啊？呢個優惠券點撳啊？嗰種帶住禮貌嘅生疏感，一眼就睇得出。上次我喺一家餐廳食飯，隔離台坐住兩位香港阿姨，佢哋盯住台上面個二維碼睇咗半日，愣係唔敢落手，最後仲係招手請店員過嚟手把手咁教。嗰種對新科技應用速度嘅細微滯後，雖然只係幾秒鐘嘅差距，但足以令識貨嘅人一眼分清。仲有公共秩序方面，香港人嘅規則感係出咗名嘅。搭扶手電梯嗰陣，佢哋一定會自覺咁靠右企，將左邊條路讓俾嗰啲趕時間嘅人。哪怕電梯上空空如也，冇幾個人，佢哋都堅持咁做。呢個就係長期養成就嘅自覺。喺地鐵或者餐廳呢種封閉空間，香港朋友講嘢嘅聲會壓到好低，盡量唔等自己嘅私事變成人哋嘅背景音樂。佢哋唔習慣大聲喧嘩，亦唔習慣大聲聽電話。呢種對靜物嘅執着喺熱辣辣、充滿煙火氣嘅內地商場入面顯得特別突出。內地嘅朋友雖然都遵守秩序，但相對嚟講更隨性。搭電梯邊度舒服企邊度。喺餐廳同朋友傾偈，把聲得閒大少少，大家也都覺得好正常。呢個就係生活嘅氣息。但正係呢種對規則感嘅唔同理解，成咗辨認身份嘅小細節。我哋傾完行為，再傾下語言，呢個先係最難模仿嘅標籤。哪怕你會講粵語，嗰都唔代表你能瞞過所有人對耳。好多人以為粵語都一樣，呢個真係大錯特錯。香港粵語同內地粵語，例如廣州話，喺語調、語速同用詞上面，簡直係兩個次元。香港粵語嘅語速極快，講嘢好似機關槍掃射咁，而且習慣夾雜一啲簡單嘅英文單詞，例如食餐午飯，佢哋可能會話去食 lunch，順便買杯 coffee，或者呢件衫幾好。好有 quality， 呢種中英夾雜嘅節奏感係幾十年生活環境熏陶出嚟嘅，外人想學都學唔嚟，學咗都會顯得特別生硬。而內地嘅粵語聽落去更有生活氣息，語速相對慢少少，語氣亦都更圓潤，唔會亂加英文。仲有一個細節，香港朋友講抱歉嗰陣，習慣講對唔住。語氣好輕好客氣，而內地朋友講粵語嘅抱歉，更多會講唔好意思。就呢一個詞嘅區別，識貨嘅人一聽就知你由邊度嚟。呢種語言背後嘅文化積澱，就好似指紋咁獨一無二。講到文化，就不得不提待人接物嘅底層邏輯。香港人受西方文化影響比較深，做事講究效率同規則。俾人一種一板一眼嘅感覺，凡事都要按部就班，唔拖泥帶水。呢個等佢哋睇落去好有禮貌，但同時亦都保持住一種禮貌嘅疏離。你向一個香港朋友問路，佢會非常清晰咁話你知，向前行幾多米，左轉再右轉，
講得明明白白，但係佢講完就會轉身行開，唔會同你套近乎，亦唔會問你去嗰度乾嘛。但內地嘅文化更講究人情味，大家更熱情，亦都更愛操心。你去問路，對方唔單止會話你知點行，甚至睇你迷惘，仲會主動帶你行一段，甚至仲會同你傾兩句，問下你係邊度人，嚟旅遊定辦事。嗰種熱辣辣嘅關懷，能令你瞬間感受到溫暖。呢種冷與熱嘅溫差，唔係話香港朋友唔熱情，亦唔係話內地朋友唔講規則，只係文化背景唔同，塑造咗唔同嘅交往方式。呢種溫差，亦都係兩地人一眼認出對方嘅核心。最後，我哋必須得傾下食。飲食習慣係最接地氣，亦都係最容易露餡嘅地方。香港朋友食飯追求嘅就係兩個字：清淡。佢哋對食材嘅完美有一種近乎執着嘅追求，能清蒸嘅絕對唔會白炒，魚一定要清蒸，保留嗰啖鮮甜。青菜一定要白灼，放少少油潤下色就得，鹽都放得極少。所以喺商場餐廳入面，如果你見到邊台客全部係綠油油嘅白灼青菜，無辣椒，無重油重醬，咁呢台客大機率係香港老友。哪怕香港朋友去內地食火鍋、食酸菜魚，也往往會嗌一份白水，將菜入面嘅油上一上再食。呢種刻喺骨子裏嘅健康追求真係改唔掉。而內地嘅飲食文化就豐富太多啦，酸甜苦辣鹹，點入味點嚟，麻辣火鍋、水煮魚、醬排骨、青菜都要炒到油光發亮，辣味十足。我身邊有個香港朋友去內地旅遊食火鍋，嗌咗個微辣，結果第一口落去就辣到懷疑人生，不停咁飲水，仲唔記得嗌一份白灼菜心，嘴入面嘟囔住，無青菜總覺得少咗啲咩。你睇呢個就係飲食習慣嘅力量。講咗咁多差異，可能有人會問，呢啲差異係咪說明兩邊嘅人合唔嚟？恰恰相反。我覺得呢種所謂嘅隱形結界，其實係兩地文化交融入面最有趣嘅部分。香港地方細，節奏快，競爭大，造就咗香港老友講效率、重細節、低調務實嘅性格。而內地廣闊嘅生活環境，俾咗大家更多元嘅審美同熱情嘅性格。呢兩者之間無高低貴賤之分，只有唔同。正係呢種唔同，等每一次交流都充滿咗驚喜。而家大灣區嘅聯繫越來越緊密，香港朋友嚟內地食食喝喝，享受高性價比嘅美食；內地朋友去香港感受國際都市嘅氛圍，喺尖沙咀、銅鑼灣買。喺呢個過程入面，大家互相觀察、互相模仿，嗰啲黑板嘅標籤其實亦都喺度慢慢模糊。而家嘅香港後生仔亦都開始玩內地嘅社交媒體，去網紅店打卡，甚至學住着一啲更具個性嘅衫。內地嘅朋友亦都開始喺公共場合注意壓低聲浪，注重社交距離，住衫風格亦都越來越追求舒適。呢種雙向嘅奔赴非常好，唔係邊個要變成邊個，而係互相欣賞，喺保留自己特色嘅同時，接納人哋嘅唔同。可能再過多幾年、10年，大家行路嘅速度拉近咗，支付方式統一咗，連住衫風格都融合咗，到時呢啲一眼就能夠認出嘅特徵可能會變淡。但無論如何，呢種因為生活環境唔同而產生嘅差異，永遠係生活最真實嘅底色。下次你喺商場入面見到一個孭住大包健步如飛嘅人，你會喺心入面默默講一句：哦，呢個係香港嚟嘅老友。見到一個慢悠悠行街、打扮精緻嘅人，你會知呢個係內地嚟嘅朋友。呢種默契，等兩地嘅交流多咗一份溫情，生活嘅美往往就藏喺呢啲微細嘅差異入面。無論係孭住大雙肩包行路帶風嘅香港同胞，定係熱情好客、追求精緻嘅內地老鄉，咱們其實都係喺同一個生活圈子入面奔波。多一點理解，多一點欣賞，呢種差異就唔再係隔閡，而係一種生活嘅調味劑，等我哋嘅日子變得更加豐富多彩。希望大家無論喺邊度生活，都能夠保持嗰份獨特嘅底氣，開開心心咁享受每一日。